欧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研究表示，中共正利用科技、社群媒体和虚假信息宣传有利于其所谓新疆政策的消息，试图借此影响各国政府与国际公众对所谓新疆情势的认知。最受影响的是中东和非洲。报告作者搜集了各种语言的资料，包括脸书贴文、推特和转发，以及媒体文章，并对中国政府的文件与发言以及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布的声明等进行了分析。报告指出，中国的大外宣行动成功地让各国政府、国际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对所谓新疆议题大致保持沉默，并阻止了对于中共在人权记录和相关行动的批评。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所谓新疆议题保持沉默的主要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在伊斯兰合作组织的57个成员国中，只有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谴责了中共在所谓新疆的政策。美国总统乔拜登周三表示，他计划很快与习近平通电话，为降低和减缓两国之间围绕台湾和贸易等问题出现的尖锐对立和严重分歧做出努力。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拜登政府在考虑降低部分中国商品关税的同时，也在酝酿要对中国的工业补贴以及对半导体在内的关键产业的扶持展开调查。此类调查又很可能导致更多的关税。俄罗斯驻华大使周一表示，莫斯科支持并赞成在广泛共识的基础上扩大联合国安理会的组成，有必要增加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份额，但不会接纳德国和日本。法新社报道，意大利总统在政府危机导致总理辞职后解散了议会，并宣布将在70天内提前举行大选。7月21日，第4届中亚国家元首协商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各国元首就加强区域互动、扩大合作前景、共同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等交换意见的同时，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各国元首还特别重点关注了中亚区域安全及阿富汗局势议题。美国等西方国家指责中共在东突厥斯坦进行种族灭绝、反人类罪行及强迫劳动，并禁止进口新疆棉等商品后，习近平首次考察了所谓新疆，也就是东突厥斯坦。根据中共媒体报道，习近平在访问期间要求继续提升宗教事务治理，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保证新教群众正常宗教需求，把新教群众牢牢团结在中共的周围。